头先从你个片给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乡亲同乐会，大家来相会。我客家甜心朱海军，我是客家小王子吴永斌。哎呦，今日乡亲动脑眼呢？系哦，动脑眼，动脑眼啦，一个特色啦。明摆吼，到安尼国台地方乡镇啊吼，我最期待就係乡亲，乡亲啊，去表現啊吼，有熱情嘅話，我客家甜心就會歡喜，能講錯冇？係啊，今日嘅表演吼，那精彩聽聽哦。嚇，係動精彩。啊多，今日介紹評審先生咯。TV iColor 編曲製作戴勇先生。iColor 主創邱連平先生，舞台劇演員陳ศั輝先生，分樣子了，有精彩嘛？有強嘛？不過今日主要要看鄉親表演呢。我老人講，表演之前哈，先來看那個評審先生嘅表演。我好期待，其實我最喜歡就是他們的表演。好啦，快點啦！我想聽啦。好啦，阿用繼續來分享呢個兩位評審先生帶來嘅精彩嘅表演。啱嘅。天很猛光，阿婆就紅蔥，一拜八公。祈福日家人平安，群強做家，日生應該信用，下發蓮盆，下子蓮孫。你該夢想，愛用扮一頭拜阿公。曾經老阿爸講過，每上安多，行一家界路頭，總有唔少無來頭。跳過硬鏡，希望應固執講唔通，愛看硬鏡，如堅定愛思想。用講解動人，做起來無簡單，就像孤孤單單嘅旅程，硬是愛硬頸，將會有氣地上盲病，唔是人了人該受到無散，就算是冬天，四季無條無當。轉一情，轉一款，最開始該自覺。天還猛講，愛嘟嘟紅蔥，想去天堂，該阿公阿婆。这首歌曲是新专辑里面的歌曲。对，哎，你是艾克勒 ，iColor， 我阿 Kim， 我系大荣，你阿白系该第四张专辑呗？第四张嘞，哎，第四张转，就是专辑名称叫转，是海军发明的。转，带来转。咁嗰件邊唱嘅嘢嘅就係轉碟。第八個一首歌曲。轉硬鏡。變成硬鏡，變硬鏡嘅，好，硬鏡啦，吼，嘿，啊，拜託鄉親朋友吼，有喜歡安尼iColor嘅聲音吼，多多嘅支持一下，好冇？哦，希望大家，希望安尼iColor，今日要勞煩安尼帶用同梁慶嚟哦。係啊，接下來看天主嘅表演。參賽者表演體由評審判分數，3位評審每個人各有50點呢，每10點呢代表獎金100萬元，係講得到滿分50點，就做得到獎金2000元咯。
门人子你容乃中派，咁係咪本愛？係你真為買，本身體魄用計當精彩，當精彩。哎呦心那歡喜困為猜，過千暗瘡沒難睇，老牛湯多少唔拖來，雜雜雜痛世上愛，十天不見容乃買，下多輕愛做馬計，直通不讓你容乃中派，咁係咪本愛？係你真為買，萬見要啊用過三四拜，三四拜。哎呦你那艱苦小道愛，過千暗瘡沒難來，老牛偷笑偷來來。啦啦啦啦啦啦啦哎呦，好啊，你好，哎呦，嘿嘿嘿嘿，哎，主持人好，你好，蔡理事长好，清风养乐，帅哥，你好，谢哥们好，哦，嘉行陈理事长哦，现场嘅来宾大家好，好，请问理事长，一个舞头啊，吼，成立了1久的时间呢？本会嘅呀，新北市客家创意协会哦，民国90年7月成立的。哦，哎呦，7年了。90年。係90年7年。哎呦，17年呢哦。都17年。17年呢。本會有舞蹈班、國樂班，還有三個班又有。係。哦，就三個班。三個班。3隻班哦。厲害咧。哎呦，加起來叫3年。幾百啥？
主要讲演算迄有退休的啦，啊有半退休的啦，啊比如讲周休2日唔对来聊的啦吼，就可以来请我们理事长。哎，好吗？该传承下伊，是冇人哈。哦，今日飘的暗号哈，来他有请到萨龟先生。今日看到因哋嘅表演啦，當然真哦，你腳步全部要準哦。 腳步要準。真見要講過咯。啊，尤其喺天兒團那些揾什麼出來些哈，笑容又好哦，可能你成年人啊，多少為本什麼嘢要到壓力啦，自己做些事會好簡單。哦。不過整體看起來哦，實在冇簡單，值得鼓勵，值得鼓勵，謝謝謝謝。他肯定會得到好成績嘛。評審先生一致好評。 还有看一下分數哈。好哦，來，好，有請3位評審先生本那個烏托班哦，得到極多嘅分數。這個是單簧管，那你什麼時候要進入到雙簧管？雙簧跟單簧不一樣。烏托班哦，得到極多嘅分數。老師請給登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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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次滿分啊！哦，哎呦，安多點哦，哎呦，那做在坐車就一個唔是行路嘞。 做得錯才唔是行路嚟唔是行路嚟，理事長，恭喜哦，理事長得個獎金呢？係啊，佢有個獎金一樣嚟用啊？有個獎金一樣嚟用？買茶票坐車轉移啊！哎呦，可能唔拉哦。唔拉，收入好，客家人嗬，收入好，權強，滿足。 啊，拉用就好，拉用就好。咁希望下一陣來啊，嗬，更加準備、更加精彩嘅表演，繼續與我哋向前同浪費嘅表演。哦，冇問題。咁我哋見嗬，向下來看下一組嘅表演。好，什麼？ Thank you.
掌鼓励，平平来平真。分享兩姊妹，麥克風。來。曉得講客家話嗎？大家好。哦。啱按到郭天俊。哦，天俊。要有那個字跟字的一樣 ，Jim。哦，你係妹妹係嘛？唔係，應該係姐姐。那歐北團的你大約，每次站在你那邊的就是妹妹，我這邊就是 JJ， 你到底是怎樣？沒啊，我看兩位。你沒看到他比較高是不是？差幾歲？一度。2歲。2歲啊，2歲哦，講佢了解。大哪位？大中科。中科。哦，你大中科，我大中辣。差一扎絲。啊，你的妹妹用我上講我就好呀，一個用到中國笛，對不對？按到長笛。啊，長笛哈，長笛。然後你那個呢？哦，那個我就熟悉了，你這個是單簧管。那你什麼時候要進入到雙簧管？雙簧跟單簧不一樣。就是一係兩種冇共用嘅樂器。好啊，這個不是啊，這個是豎笛就對了嘛。哈。啊，姐姐因為伴嘅。因為。啊，妹妹會伴兩唔會。係。哦，那按用來看。唔會上大啦。看評審現場會伴嗎？啊？會，對這個有沒有涉獵啦？哦，有沒有涉獵？那你想請哪一位老師？像那個戴勇先生好。Hello， 你們好。阿勇，先生好。我看你們表演動強啊，對。然後其實啊，看這個兩個樂器，其實我蠻有感觸的，因為怎麼說？因為這個樂器其實我都有用在我們的專輯裡面。哎呦，對，所以看他們表演，我說，你下次可以來錄音嗎？哦，現場邀約呢？對，而且他們那個其實那個樂器啊是要運用氣的，其實沒有那麼簡單。沒有那麼簡單，對。而且他們今天挑的是3首不同類型的歌，所以要在轉換的時候是需要一點功力的。對，雖然就是練習很枯燥乏味，但是就是。享受每次在舞台上的表演，這樣。冇錯哦！今日來看你嘅評審先生嗬，本嚟你嘅兩姊妹得到幾多嘅分數？13、14、15，哇，滿分！獎金。來，好，1人1半。好不好？啊，有什麼打算嗎？沒有打算，就是下一次還要再來。啊，對。哦，好啦，這裡得到紅包2000塊哦。我們繼續來看下一組的表演，好不好？嘿。山歌，又從南，新春嘞，客家話。
什么感谢刘太哥？啊，李哥好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你有参加过别个比赛嘛？去过客家电视台，电视台歌唱擂台啊，有啊。阿里北青多才多艺啦，伊石头一个三个暗后堂吼，应该要跟一个俺们的客家三个发扬光大的出去，有机会的地方伊就冲，吼，一冲一到年底。原來人哋客家人一路一笑係咪啊？啱一路歌曲啦、舞蹈啦，像見看到時候看到咯，家家老人家好生嘅一笑嘅。所以講到一個後生人吼，我傳承嘅客家文化法，我親皮膚一個人，一個人就很多良品。劉太公你好，我去到吼，我聽話談到應該講嘅傳新文化嘅東西吼，我去到都感動。因為後生人哦，你書台談客家歌曲，山歌對我要講下比較遠啊，係難啲哦。不過我聽話談到你唱嘅東西哦，我真緊哦，有一種好，你後生人好好來學，係啊，我談到你嘅台風嗬舞台嘅感覺咪動穩咯，這樣年紀還可以唱那麼有力啊，動有力哈，係。覺得說唱山歌，搞不好就是接下來我們這個銀髮族的這個樂活之道，這樣，係好，動好從山歌啊，動樂弦安用。好，感謝你嘅評審欣賞。什麼阿里巴呢？哦，你繼續來看你嘅評審欣賞，本嚟你嘅劉太哥得到幾多嘅分數？哎，老山歌可以得到1多分呢，做得滿分嗎？是。謝謝。恭喜哦！劉太哥，哎呦，有關係啦哈，有啊，有關係，謝謝。有關係哈，什麼呢？還仲下來冇？還要轉。帶來片咧，好，再來下分享來，表現到清好。係，我相信啊，電視機嘛，青島安尼觀眾朋友看到安尼鄉親同道飛，嘛青島你相當精彩嘅才藝上嘅表演呢，夾拿起日天花嚟打天花報名哈。冇錯，基本上咩感謝3位評審欣賞，還有我們辛苦嘅隊長，嘿，好，謝謝。鄉親同道飛，太感動兄弟，我們下次見，下次見啦，是morning。